以下影片配有字幕，為咗更好嘅觀賞體驗，請打開個 CC button。大家好，我係 10C 頻道嘅內容創作者 Joseph。我有啲朋友咧叫我做左手啦，或者叫我做初十，所以個頻道有個十字咧，係同呢個有多少關係嘅。其實我本身係一位影視嘅幕後工作者，即使係一位拍廣告片嘅導演啦，所以我其實唔係一位全職嘅 YouTuber。呢個頻道其實係我同 Nicky 兩個人一齊經營嘅。大家好，我係負責拍攝、剪接、改色、寫稿、錄音、放字幕，所有一切嘅幕後工作。而我咧係負責物色拍攝地點啦，仲有揾資料啦，同埋聯絡當地人咯。眼嚟嘅觀眾應該會察覺到我哋嘅頻道係唔會定時去上傳影片，做我哋呢種咁樣嘅紀錄片方式嘅video 咧，其實係好耗時耗力嘅。每一條片咧，其實我哋都大概要用1個月嘅時間去籌備，去做拍攝、剪接同埋後期，仲要不斷咁樣去網上核對嗰啲資料，以確保嗰啲資料係正確嘅。所以綜合以上種種嘅原因咧，我哋係冇本事準時出片噶啦。希望各位大家可以體諒啦。喺人工智能 AI 嘅大環境之下咧，點解我哋嘅頻道仲係堅持用緊真人嘅聲音嚟做旁白？其實係我哋本身都覺得用真人嘅聲音係比較有溫度同埋有感情。雖然工作程序係更加繁重咗，但係我哋覺得係值得嘅。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嗰把粵語嘅旁白聲音，佢就係陳大文。佢亦都係由我哋頻道嘅開始，一路陪伴我哋成長到而家嘅老拍檔。觀眾可能會有疑問，點解我識講廣東話，我唔用我把聲呢？你哋認為陳大文把聲係周街人都會有嘅咩？佢咁有磁性、咁好聽嘅聲音，真係好難得嘅。有請陳大文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大文。其實本身係對配音完全冇經驗嘅，咁當初只係抱住去玩嘅心態嘗試下啦，當中都會遇到好多嘅挑戰同困難嘅。咁對我嚟講，配音其實最困難嘅地方呢，就係如何去傳遞個情緒同故事啦，同埋做到掌握個語調、節奏同埋個情感嘅，然後讓大家產生一個不一樣嘅感受，再令大家留低深刻嘅回憶。曾經有觀眾問過我哋點解唔用華語嚟做旁白？其實我同陳大文咧都曾經做過呢個嘗試。但係出嚟嘅結果並冇佢講嘅粵語咁理想，所以我哋就冇繼續去做呢個華語版本。直至到最近咧，我哋先至有一個機會認識到一個播音員 Daphne 去進行用華語嚟錄音嘅嘗試。所以喺不久嘅將來咧，我哋會推出用華語嚟做旁白嘅影片。接落嚟，我哋有請人靚聲甜嘅 Daph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楊依婷，然後你們也可以叫我 Daphne 啦。然後也非常開心可以通過這個視頻跟 10C 的觀眾相互認識，也很開心我們可以跟 10C 的這個家庭有一個合作的機會。那我其實本身我的工作是離不開2個字，是關於聲音。我本身是做華語新聞的主播，然後同時也是主持人、評委還有教練的身份。今天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，就是 10C 給我的這個配音員的身份，那也非常的開心可以通過這個機會去認識大家。也非常謝謝我們的導演 Joseph， 還有 Nicky， 還有我們的粵語的配音員陳大文，一起合作這個 10C 的未來的 video。我其實覺得這次能夠把我們所有人相聚在一起，是因為我們都喜歡有人情味和溫度的東西。我本身非常喜歡一些人文交流或者是文化傳播的內容，所以當我第一次看 10C 的視頻的時候，我是很有感觸的。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很快節奏的時代，我們都是在看短視頻的內容，都是要很快的，但是難得有這麼深度的長視頻的內容，可以去讓我們去了解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，我們的家鄉這樣子。也是有一些作品可以讓我真的感覺到生活是可以慢下來的，
然後也能夠感受到不同的城市通過遊記的方式有一個記錄，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城市它發生過什麼事情，或者是它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情，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，跟我們平常看的旅遊宣傳片啊，很高大上的那種是不一樣的，比較接地氣的。所以 10C 的內容我覺得是可以多多的推廣，讓更多的人去知道。那我為什麼會想要跟 10C 有一個合作的機會，就是為什麼想要用中文的配音？我覺得現在就是可能我想要讓這個視頻，或者是讓更多海內外、國內外的朋友，通過中文的方式，或者通過中文的配音，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不一樣的馬來西亞，就是不一樣的馬來西亞的城市，或者是一些甘榜的地方。當然我還希望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遊子，如果說你們有機會看到這個視頻，也能夠通過這個視頻找到回家的感覺，就是看到原來我的家現在變成了這個樣子，原來有人在默默的去記錄着我生活的這個地方。最後我希望可以通過我的聲音來就是讓大家更多的去了解馬來西亞，把遊記的故事呢講給你們聽。喺度要非常多謝導演同埋 Nicky 嘅，因為佢哋兩位實在付出咗好多嘅心思同時間。其實到目前為止咧，我哋嘅頻道仲係自己自費去經營嘅。希望睇到呢條片嘅各位商家或者係有興趣贊助我哋嘅人，可以贊助我哋部分嘅經費。到時我哋會將你哋嘅公司或者你企業嘅名擺響個影片嘅前邊，嚟展示俾大家知道係由呢間公司或者呢個企業嚟贊助嘅，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動力去製作更多精彩嘅影片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作品風格適合你嘅品牌定位同商業需求，歡迎聯絡我哋。多謝。最後我會將我廣告作品嘅鏈接咧放響個評論區度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點入去睇。我亦都會將陳大文同 Daphne 嘅聯繫方式擺埋一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揾佢哋合作嘅話，可以直接聯絡佢哋。亦要好感激一路以嚟陪伴我哋不離不棄嘅每一位觀眾，多謝你哋。如果觀眾想我哋去你嘅地方或者你嘅小鎮、你嘅新村拍你哋嘅影片，可以響評論區留言。大家記住多多支持 10C 嘅頻道，敬請期待我們的作品。耶！